号车斗米三王府庆祝着中建落成，为24号开始连续4天大造招，特别邀请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来甲乡亲同乐。这个造招的最后一天，更加办3000桌雷普渡，有这个信徒是敬献着上百只神猪，祈求地方平安。艺人一出现，宫庙的庙埕就敢若是综艺节目的现场，吸引真侪民众。五车斗米的三王府，主要是拜圣地、助理三王府的王爷。为着庆祝中建落成，选伫最近举办造招活动。庙内除了举办科仪，阁有用5500公斤的米打造3条米龙，希望会当来为地方祈福。它完成以后，就是看我们法师的那个巧思去做发挥。完成了以后，就是要做一些安龙的一些科仪，让我们神明神威更显赫。造招上尾一天，现场嘛有大船2港的办桌。庙方嘛讲，庆典结束了后，嘛会甲物资捐予弱势团体来运用，为社会尽一份心力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